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嗱，咁有一個冬天嘅深夜啦。嗱，有一位年青人咧叫做阿德，佢坐喺加護病房嘅外邊啦，佢雙手咧係緊握住個手機。手機入邊咧係存放住佢媽媽喺昏迷之前咧傳俾佢一句説話。咁或者我哋回顧下咧當時嘅情況。一個星期之前啦，阿德嘅媽媽病情咧係惡化，就緊急咧送院。醫生咁講嘅，佢話咧我哋所做嘅已經係做晒，你要有心理準備。咁阿德整個人咧係好崩潰，佢喺後樓梯間咧佢係痛哭，佢喊到咧係唔能夠講説話。喺嗰時候咧手機就震動咗一下，就係媽媽傳來嘅訊息，亦都係最後一個訊息。佢咁講嘅，佢話：孩子啊，唔好放棄，要忍耐到底，神還在。媽媽係冇長篇大論，只係得一句説話。嗰一晚咧，佢見唔到媽媽嘅病情咧有好轉，亦都見唔到咧有神蹟醫治。媽媽已經昏迷咗啦，佢只能夠喺媽媽嘅床邊守候1晚、2晚、3晚，直到媽媽咧係安息主懷。咁喺安息禮拜上啦，阿德咧就企喺個講台前啦，去同大家分享。佢咁講嘅，佢話：各位來賓，我信咗主咧已經10年。初時嘅信心咧唔係好大，亦都唔係咧經常咧係參與崇拜。我一直相信啦，神係良善嘅，係慈愛嘅。我好想我媽媽咧係認識主。起初媽媽咧係拜偶像，唔敢信主，因為怕得罪偶像。咁樣就維持咗咧係好幾年，直到1年多之前啦，佢突然同我講話，佢好想信耶穌。我知道係聖靈動工，然後咧我就帶佢返教會啦嚇。咁牧者咧就為佢咧決志受洗，佢開始咧就跟隨主。媽媽長期咧係有老人病㗎。信咗主之後嘅病情咧係冇好轉，反而咧係更加反覆。我驚佢會咧好灰心，即係話點解信咗主嘅病情咧一直唔好，仲比之前係差咗咧但喺嗰1年咧，我見到我媽媽咧係冇埋怨，佢冇懷疑，反而咧係更加喜樂，更加堅定。住院期間咧，佢傳俾我最後一句話，佢咁講㗎，佢話：孩子唔好放棄，要忍耐到底，神還在。我知道佢好快就離開我好傷心，但係都見到佢嘅信心咧真係好堅定。幾日之後咧，神就將佢接走。雖然我再遇見唔到佢，但我知道佢喺天家度咧係得享咧係永遠嘅安息。我深信咧將來咧可以同佢喺天家見面。各位，我媽媽唔係靠力量得勝，係靠忍耐得勝。佢忍耐到最後一刻，仍然相信神同在。佢忍耐到最後一刻，仍然抓住神唔放手。佢嘅信心反而就堅固咗我。咁阿德講完之後咧，全場係一片靜默，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呢個唔係單單一個故事，係一個生命嘅見證。弟兄姊妹，同樣嘅啟示錄所講嘅得勝者咧，唔係話有權有勢嘅人，而係忍耐到底嘅人，就好似阿德嘅媽媽一樣。即使喺病痛當中咧，仍然咧係抓住神啦，唔放手。末世真正嘅得勝咧，唔係靠軍備，唔係靠力量，唔係靠權勢，而喺患難當中仍然抓住神。喺羔羊眼中咧，呢班人咧就係得勝者。咁睇睇咧啟示錄嘅背景。啟示錄咧唔係寫俾強者嘅勝利手冊，係寫俾咧喺逼迫之下咧仍然咧係唔放棄嘅信徒。耶穌對呢一班人咁講，佢話：你哋咧唔好以武力去反擊，亦都唔需要咧靠自己嘅能力咧去扭轉局勢，但係你哋需要嘅係忍耐，要持守到底。今日嘅世界啦，國家同國家之間咧有好多嘅衝突。爭奪資源啦，爭奪權勢啦，又有經濟侵略啦，政治角力啦，軍事威嚇啦，成為咗常態。即係話邊個擁有更多嘅力量咧，就能夠得勝。但係啟示錄所揭示嘅末世圖畫咧，係完全唔同。真正嘅勝利咧，唔係掌控世界，唔係操縱政權，而係忠心於神，堅持到底。屬靈嘅勝利咧，往往咧係冇掌聲㗎。亦都冇一個咧好耀眼嘅舞台，但最重要嘅係得到咧係神嘅喜悅。喺患難當中咧，仍然咧係持有盼望。咁當時教會咧係面對咧係3重嘅壓力包括咧就政權嘅逼迫、異端嘅迷惑，同埋咧生活咧係非常嘅艱難。我哋睇睇第一點，政權嘅逼迫呢個咧係嚟自外在嘅壓力。
但喺羅馬帝國統治之下啦，好多城市咧會舉行獻祭啦、遊行啦、慶典啦，要向皇帝致敬。市民咧必須要參與，要宣告凱撒是主。凱撒係主咧係一個政治口號，亦都係一個宗教嘅宣告。拒絕嘅人咧就視為係叛國。當時有啲基督徒，佢哋堅持咧，佢哋唔妥協，因為耶穌先至係主嘛，點能夠稱凱撒係主咧？係冇可能。於是佢哋咧就被排擠、被監禁、被沒收財產，甚至咧係被處死。對第一世紀嘅信徒嚟講咧，信耶穌唔係一種生活方式，反而咧係一種生命風險。因為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咁樣，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。佢哋唔係思想咧，今日咧我哋瞓過籠喎，翻唔翻教會好咧？佢哋唔係思想呢樣嘢，而係思想我哋今日翻咗去教會，仲有冇命翻嚟咧？咁樣嘅逼迫之下咧，耶穌冇講，佢話我會為你推翻羅馬政權。耶穌冇咁講，耶穌點講啊？佢話你就要冒死忠心啊！咁第二點咧就係異端嘅誘惑，呢度講到咧係思想嘅壓力。第一世紀初期啦，基督教嘅信仰咧係受到好嚴重嘅逼迫。問大家一個問題啦：教會越受逼迫，福音傳得越快，定係停滯不前？越快。點解會越快咧？係啊，因為信徒就係離開佢居住嘅地方嘛，去到唔同嘅地方，將福音嘅種子咧係散播開去。咁所以咧，有啲神學家咁講，佢話耶穌基督嘅血同埋殉道者嘅血咧，就係福音嘅種子。我哋明白到逼迫反而讓教會更加堅定，但係迷惑咧就使教會咧係慢慢咧係被侵蝕。啟示錄當中教會係面對咧就係尼哥拉一黨。啟示錄2章6節，咩叫尼哥拉一黨咧？就係將信仰同世界咧混埋一齊，而且咧就係將妥協咧講成係屬靈嘅事。仲有就係巴蘭嘅教訓，2章14節。何謂巴蘭嘅教訓咧？即係話佢哋咧係以利益為先，用放棄信仰嘅原則咧去換取生存。仲有就係耶洗別嘅靈，係2章20節，即係話用屬靈去包裝內在嘅罪惡，引人咧係遠離真理。三者咧話俾我哋聽啦，真正嘅危機咧往往唔係外在嘅逼迫，而係內裏嘅迷惑。因為信仰咧被稀釋到，逼迫反而讓信徒咧佢會呼喊主啊，你救我啦！但係迷惑咧會讓信徒咧覺得好似唔需要神。呢個係更加危險。問大家個問題啦，之前都問過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？迷惑同欺騙有咩分別啊？之前都問過大家嘅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？迷惑同欺騙有咩分別咧？定係差唔多咧？欺騙即係咩啊？即係俾人呃咗嘛。例如咧，你去買一件衫，咁買貴咗咧2成，咁你覺得好唔抵，因為俾人呃咗，俾人欺騙啊嘛。但係欺騙咧，你會知道，但係迷惑嘅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你不斷被人欺騙，你自己都唔知道。呢個咧就係迷惑，就係迷惑。第三點咧講到咧就生活嘅艱難，係生存嘅壓力。喺羅馬帝國咧，每個行業咧都同宗教嘅儀式咧係捆綁埋一齊㗎。你唔參加異教儀式咧，就唔能夠加入行會；你唔能夠加入行會咧，就唔能夠做生意。當然啦，唔能夠做生意，點能夠養家咧？點解唔加入行會係唔能夠做生意咧？因為行會係掌控一切，包括係咩咧？市場嘅價格啦。佢哋擁有咧係好多原料嘅供應啦，有龐大嘅客戶網絡啦，同埋好多工作機會。你唔加入行會咧，就等於冇人同你做生意。咁當然你話打工得唔得咧？打工係得嘅，問題就話大部分工作都喺行會控制之下。例如咧，你做鐵匠，要敬拜咧係鐵匠嘅神，而且當時咧你做鐵匠咧係會鑄造咧係一啲嘅偶像。咁你做唔做啊？如果你話打魚嘅咧，要敬拜海神；你做裁縫嘅咧，要敬拜保護工匠嘅神士。呢個咧唔係選項，唔係選擇題，係制度嘅問題，即係話你一定要咁做。換句話講咧，當時嘅情況就話，信耶穌唔係讓生活變得更好，係生活更加艱難。呢個係事實嚟㗎。有啲信徒咧，佢唔係因為逼迫咧係感到痛苦，係因為咧生活壓力咧係大得好痛苦。佢哋唔係問咧我會唔會殉道，而係問聽日我嘅仔仲有冇飯食咧？
但對佢哋嚟講咧，殉道唔緊要，但下一代點算咧？嗱，咁樣嘅環境當中咧，耶穌佢冇講，佢話我讓你富足。耶穌冇咁講，佢反而就話你要忍耐到底。嗱，咁嚟到咧就係核心嘅問題。嗱，點解末世得勝唔係靠力量咧？嗱，當我哋諗到勝利嘅時候咧，我哋腦海中咧，往往咧就係諗到軍備啦，係咪一啲嘅好強勁嘅武器啦，用力量咧係去征服啦。嗱，呢個係我哋對勝利嘅一個直覺，即係話強者得勝，你有能力咩就會得勝，你多資源咩你就得勝，你影響力大咩就會得勝。但啟示錄完全咧係反其道而行。嗱，耶穌寫俾7間教會嘅7封信啦，都係以咧得勝者嘅應許咧係作結。你發現呢7封信有一個共同嘅理念咧，就話要忍耐持守，忠心唔好放棄。嗱，從經文嚟睇啦，耶穌特別咧係對以弗所、推拉、非拉鐵非等等教會咧，提到佢哋嘅忍耐同埋持守，亦都叮囑咧士每拿教會，你哋咧要至死忠心。嗱，其他教會好似係別迦摩啦、撒狄啦、老底嘉啦，雖然咧冇講明咧要佢哋忍耐，但仍然咧以得勝者作為咧係結論。換句話講，每封書信都係呼喚信徒，你哋要得勝。而得勝嘅方式就係話喺逼迫當中、喺誘惑當中要持守信仰，要對基督忠心。嗱，啟示錄咧揭開咗背後一個屬靈嘅狀況。嗱，我哋知道咧，世界嘅戰場咧唔係肉眼所見啊，呢個咧係屬靈嘅戰場。嗱，屬靈戰場咧有好多象徵性嘅含義㗎。嗱，例如係咩咧？龍係象徵咧係撒旦，係控告者啊，係迷惑者啊，係逼迫者啊。海獸咧係象徵咧政治嘅權勢，係用恐懼咧係去逼迫人。嗱，咁地獸咧係象徵咧係宗教迷惑，即係話用假先知啦、假教導咧、假屬靈咧係去欺騙人。嗱，巴比倫咧係象徵咧係世界系統，用享樂主義啦、用金錢啦、用文化去吸引人。嗱，呢啲咧唔能夠用刀劍咧係去勝過嘅，你唔能夠話用力量咧去打敗迷惑，你唔能夠咧用資源咧係打敗呢個世界嘅價值觀。所以末世嘅戰場就係心靈嘅戰場，勝利嘅方式咧唔係靠力量，唔係靠武器，唔係靠軍備，而係忠心，要持守到底。嗱，咁你知道咧喺末世咧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物出現，就係敵基督。之前喺啟示錄嘅系列咧同大家咧都介紹過，都講過咧係敵基督。嗱，啟示錄13章11節，請大家一齊誦讀。好，唔該。但呢度俾我哋一個咧非常震撼嘅畫面啊！敵基督咧，佢唔係用一個可怕嘅樣子出現，係用咧羔羊嘅姿態出現。羔羊俾人咩感覺啊？好可愛係嘛？好溫順，好良善係嘛？好可親。就好似咧，唔知大家有冇去過紐西蘭？見到啲羊咧係非常咧係可愛，好柔和噶，即係話讓人係毫無防備。正正咧就敵基督嘅策略。佢外表咧好似一隻羔羊，睇上嚟咧好溫柔、好良善、好有魅力，非常之受歡迎。佢嘅話語咧，佢嘅說話咧係充滿咗關懷，充滿咗希望，所以咧好多人推舉佢，好多人崇拜佢，去跟隨佢。但聖經點講啊？話佢嘅說話咧好似係龍，龍即係咩意思啊？龍喺啟示錄咧就象徵係撒旦啊嘛。咁撒旦係邊個咧？就係說謊之父，係迷惑嘅源頭嚟噶吓。咁既然撒旦係說謊之父，咁點解咁多人聽敵基督所講嘅嘢咧？因為敵基督講嘅都係謊言嚟噶嘛。點解咁多人咧係中意聽咧？因為敵基督所講嘅謊言啦，睇上嚟咧好似好正確。敵基督佢會咁講，佢話咧：我要促進人權，我要高舉民主自由，我要咧宗教大合一，我要係文化融合啊！我要咧係拆除咧人同人之間嘅界線，我要拆除咧係道德嘅界線，係宗教嘅界線，係種族嘅界線，係性別嘅界線。我要咧係復甦經濟，改革社會，要造福人群，要開拓潛能，要興旺國家。但聽起上嚟係咪好吸引？
係咪好似咧為我哋好咁啊？為我哋着想啊！但係呢全部都係咩啊？係謊話，係空頭支票。背後嘅目的咧就話要迷惑世人，使人咧係遠離真理。嗱，正正就係敵基督最危險嘅地方。佢唔係用逼迫，係用迷惑；佢唔係用恐嚇，係用甜言蜜語。而家呢個世界咧就係走向咁嘅趨向，所以咧我哋咧係要警惕。嗱，正如剛才所講咧，撒旦咧係好狡猾，經常咧係誘惑信徒，佢用一啲嘅迷惑嘅手段啦、享樂主義啦、安逸嘅生活啦、文化認同等等啦嚇。所以點解啟示錄反覆強調咧，聖徒要忍耐啊？嗱，喺呢個追求舒適嘅世代啦，安逸本身咧唔係罪，大家都希望咧生活咧舒適啲、安逸啲，唔係罪。但係如果當安逸舒適成為咗我哋人生最高價值嘅時候咧，我哋嘅信仰慢慢就會咧係被削弱。嗱，喺世俗主義影響之下咧，有啲人可能就係寧願瞓晏少少，都唔寧願咧翻嚟教會聚會，寧願咧去追劇，都唔睇咧係聖經，寧願咧避免衝突，亦都唔願意咧為真理站立啊！嗱，咁現代嘅信徒咧，特別一啲即係亞洲國家、歐美國家都有啦。好少有屬靈嘅操練，例如啦奉獻啦、服侍啦、饒恕啦、面對罪等等。只有少少唔舒服咧，就會選擇逃避。久而久之咧，信仰就變成咧係自我中心嘅生活方式，讓人咧逐漸咧係失去咗嗰種嘅屬靈嘅敏鋭度，亦都咧失去咧對神嘅渴慕。咁另外咧，文化認同都係㗎。文化認同咧危險在於就話佢唔係直接逼迫你離開神，而係慢慢讓你覺得好似唔需要神。當大家將成功等於就係你賺幾多錢啦，你擁有幾多物業啦，你有幾高地位嘅時候咧，我哋好容易咧係被呢個世界咧係牽住走，忽略咗神所睇重嘅品格同埋呼召。當潮流文化取代咗聖經文化咧，就會變成乜嘢咧？就係只要自己開心就得啦。最緊要係咩咧？要活出自己。你唔好判斷我，唔好批評我，人各有志嘛。你有你信，我有我信。咁樣慢慢咧就會塑造咧呢個嘅世界觀。呢個就係相對主義。大家知唔知咩叫相對主義啊？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嚇。但係咩叫相對主義咧？佢哋主張就話每個觀點都係相對，即係話咩啊？冇絕對真理。真理咧係因人而異㗎。你有你嘅真理，我有我嘅真理。我唔會強迫你信我嗰套，你都唔好強迫啦，要我信你嗰套。正所謂河水不犯井水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。呢啲就係相對主義。點會信則有，不信則無咧？係嘛？例如你眼前有個蛋糕，有就有，冇就冇，係嘛？你信嘅就有，唔信嘅就冇，係咩一回事咧？佢哋認為咧，真理唔一定嘅啫。每個人說話都可以好正確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呢啲講法聽起上嚟咧，好似好合理，但其實咧對基督教信仰咧影響好大。當大家覺得對同錯咧睇人嘅啫，對同錯咧睇我哋嘅心情嘅啫，對同錯咧睇當時嘅文化嘅啫。咁罪嘅標準係變得好含糊。救恩嘅唯一性咧，亦都咧變咗質。久而久之咧，聖經嘅權威咧，亦都係淡化咗。再加上現代文化，就係消費文化。咩叫消費文化咧？即係話廣告啦、社群啦，每日都話俾你聽，你要擁有更多先至會快樂。於是咧，我哋就追求物質，追求咧係自我嘅生活品味啦，追求金錢啦，追求形象，但係忘記咗自己內在嘅生命。事實上咧，消費文化咧已經係入侵基督教信仰。最明顯嘅咧就係將信仰變成係商品，將教會咧變成係服務機構，將信徒咧變成係顧客。即係話信徒咧嚟到教會咧就奉獻，咁教會咧就賣啲嘢俾你，賣咩啊？賣真理咯，賣聖經嘅知識咯，賣福音咯。咁呢個係咪互利互惠咧？唔係嘅。咁教會咧係咪賣嘢俾大家？唔係噶嘛，教會唯一係賣咩？大家知唔知？講笑嘅啫，大家知唔知啊？賣腳，呢個純粹講笑，係啊。
即係話教會咧唔係一個服務機構，唔係話一啲嘅顧客嚟咗咧，我哋咧就係賣啲商品俾你，唔係嚇。嗱咁樣嘅話咧，福音咧就唔能夠咧係滿足我哋。福音咧只不過咧係成為咗咧就係一啲嘅工具，唔係呼召人咧去跟隨耶穌基督。咁有位弟兄佢咁講嘅嚇，佢話咧今日嘅敬拜咧好似咧冇咩感覺喎。講道咧好似咧冇上次咁精彩喎，少咗個分享咧唔夠深入嚇。咁呢位弟兄咧唔係唔愛主，而係習慣咗用消費者嘅心態去評價一切，就好似咧嗌外賣一樣。你中意食甜嘅，你咪食一啲甜嘅食物咯；你中意食辣嘅，咪食辣咯。但係如果唔啱口味嘅話咧，就換一間嘅商店。咁信仰無意之間咧，就變成咗咧係屬靈外賣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咧生活咧喺澳洲，一個咧相對咧係自由啦，一個比較安全啦，一個舒服嘅環境。我哋可以咧公開敬拜，我哋可以公開禱告，亦都可以咧係去傳福音。但係喺羅馬帝國最黑暗嘅時代咧，基督徒咧係被人咧係放入咧係競技場，獅子咧喺旁邊咧係咆哮，準備將呢個基督徒咧就五馬分屍。觀眾喺台上咧睇到咧係如痴如醉，佢哋喺度嘲笑，佢哋咧喺度飲酒。但係福音咧喺呢個時候咧，反而好似咧係野火一樣，係越燒越旺。你以為逼迫讓教會倒下咩？係唔會。逼迫反而咧讓教會站得更加穩，因為逼迫會讓你做一件事，就話你會呼求神，你會咧係跑向神嗰度。喺嗰個時代咧，信耶穌可能會失去生命。咁所以咧留低落嚟嘅人咧，信心都係非常嘅堅定。佢哋唔係因為文化，唔係咧因為咧習慣，唔係因為阿爸阿媽信主，佢哋先信主，唔係㗎。佢哋係真心相信耶穌基督，係真心跟隨耶穌基督。所以逼迫咧就將所有假嘅一啲嘅虛偽嘅一啲嘅混亂信仰咧，都好似咧係燒晒佢咁，只留低嘅係咩啊？就好似純金一樣嘅信仰。咁喺第一世紀啦，嗰個時候嘅聚會咧係非常嘅簡單，一間好細嘅屋，一盞油燈，加上咧可能幾個信徒咧或者10零個信徒咧圍住一齊唱詩歌，一齊咧係去禱告、讀經、去分享。冇人咧喺嗰種環境咧去思想咧，今日我哋唱歌一個 key 啱唔啱咧？冇人咧係會諗到就話分享會唔會太長咧？小組點心好唔好食咧？佢哋唔會咁諗㗎，因為大家個心好清楚。我哋係需要彼此扶持，更加需要咧係耶穌基督。逼迫咧就將好多不必要嘅東西去除，留低嘅就係最核心信仰部分，即係咩啊？信仰核心部分即係耶穌基督。當時咧係冇華麗嘅舞台，當時咧亦都冇咧好複雜嘅流程，亦都冇活動嘅包裝，即係有一群願意跟隨神嘅人。咁所以咧逼迫唔會讓教會倒下，反而咧讓教會係更純、更真、更專注。咁但係去到公元313年啦，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啦係頒布米蘭指令，基督教咧就係從咧係非法變成合法。信徒咧以前係被追捕噶嘛，而家咧係得到保護。問大家個問題係好事定係壞事呢？基督教成為國教，表面上係咪好事啊？係嘛？以前逼迫基督徒，而家唔使受逼迫咯。而家咧係受到咧國家嘅保護，睇上嚟咧係好事。即係話咧教會咧終於可以伸冤啦，係嘛？教會終於咧有出頭日啦。但係歷史學家話俾你聽，君士坦丁嘅動機啦，唔一定係信仰，更可能嘅係出於政治嘅心態。當時羅馬帝國咧係內戰不斷，經濟咧係崩潰，人民咧係非常嘅疲累。但係基督徒咧係一群好忠誠、好團結、好守法、願意犧牲嘅團體。咁大家諗下，當時一個國家領袖點樣控制人民呢？用咩方法？如果你係國家領袖，你用咩方法控制人民？有好多方法㗎，係嘛？可以用政治勢力，可以用咧強勢嘅統治，可以咧經濟封鎖佢哋，可以咧用軍事欺壓佢哋。但咁樣做咧，只能夠控制人，唔能夠控制佢哋嘅心。所以控制人心
最好嘅方法係咩？宗教，就係宗教。嗱，所以君士坦丁咧係明白呢一點。如果能夠將呢一班基督徒咧係綁喺皇權之下咧，帝國就能夠重新穩定。於是佢選擇咧支持基督教啊，唔係因為佢學會真理，而係因為咧佢想統一帝國。信仰就被政治利用，教會咧成為咗咧帝國嘅工具。大家諗下，基督教成為國教，好多人咧湧入教會，唔係因為佢遇見耶穌基督，係因為我信耶穌啊可以升官嘅喎，信耶穌咧可以得到國家保護喎，得到好處喎。以前信耶穌係冇生命危險，而家信耶穌咧換嚟嘅係社會嘅地位，結果係點啊？教會嘅人咧係好多，一出世就係基督徒，但係人嘅生命係點啊？變得咧係好薄弱啊！以前教會咧就好似咧係前線嘅軍隊一樣嚇，而家教會就好似咧社區嘅俱樂部。以前咧信徒咧好似烈士一樣嚇，係為主犧牲，而家信徒咧就變咗係咩啊？就變咗係觀眾。基督教喺羅馬帝國成為咗國教之後咧，就確實咧出現咧係幾個現象嘅嚇，信仰就變成咧係身份嘅認同，唔係咧真實委身於耶穌基督。教會內部嘅腐敗咧係增加，思想自由咧係受到好多嘅限制。咁樣就會讓信仰咧佢個純度咧係降低咗，亦都讓教會咧係失去咗焦點。之後更加帶嚟嘅咧就係黑暗1000年，中世紀稱為咧係黑暗時期。係咪因為冇教會咧？唔係，係有教會，只不過係有教會嘅形式，但係冇教會嘅生命嚇。當時係有權力，但係冇真理。喺嗰段期間咧，聖經係被鎖起嚟嚇，只能夠咧係由神職人員咧去閱讀。就算人民擁有聖經咧，佢都睇唔明，因為當時咧人咧係目不識丁嘅，佢哋唔識希臘文，唔識咧希伯來文，唔識咧係亞蘭文啊，唔識咧拉丁文，所以咧神職人員講乜嘢咧，佢哋就信。但如果你咁做嘅咧，你就會上天堂；如果你咁做嘅咧，就會落地獄啊。人民咧就係照信嚇，而且當時咧嘅禮儀咧係好複雜，但係人生係點啊？係空洞。救恩變成係交易，點解啊？俾錢就能夠贖罪啦嘛，因為咧你見到有贖罪券嘅出現啊嘛，俾錢就能夠贖罪。但神職人員咧係腐敗、係貪婪、係爭權奪利，教會同埋政治咧係互相利用，形成一個咧好龐大嘅網絡。呢個唔係單單外邊嘅黑暗，係人心裏邊嘅黑暗。所以咧，我哋要好警惕。嗱，咁啟示錄所講嘅忍耐係乜嘢咧？咩叫忍耐咧？嚇？就好似今日嘅主題，我哋講到咧，聖徒要忍耐。咩叫忍耐咧？忍耐咧唔係一種消極嘅忍受，唔係咧話咬實牙關去死撐，亦都唔係咧被動嘅等候環境好轉。聖經當中忍耐咧係一種帶住方向嘅，帶住信心，帶住忠心咧係去堅持嚇，唔係原地踏步，係持續嘅。我哋咧就係向住神、向住真理、向住永恆去前進。所以啟示錄所講嘅忍耐咧，係一種喺黑暗當中仍然係忠心嘅生命姿態。咁翻開3點嘅忍耐咧就話喺逼迫當中仍然唔會放棄信仰。忍耐咧就誘惑當中咧仍然唔會被世界同化。忍耐就話睇唔見答案嘅時候咧，仍然啦我哋嘅信心咧都要好堅定，要忠心，要持守。咁啊先講講咧係第一點嚇。當時嘅信徒咧唔係喺舒適嘅環境咧係敬拜神。喺逼迫啦、被嘲笑啦、被排擠、威脅之下咧，係仍然宣告耶穌係主。呢個就係忍耐嘅第一層，亦都係最基本嘅一層。對第一世紀信徒嚟講，你話耶穌係主啊，可能要付上咧係生命嘅代價，但佢哋仍然咧係忠心，仍然咧係敬拜，仍然咧係聚會，仍然係宣告耶穌嘅名。所以忍耐就話世界係逼迫你、嘲笑你、排擠你嘅時候咧，你仍然咁講，你話我唔會否認神。咁呢個唔係軟弱嘅忍耐，係帶住信心，係帶住咧係勇氣嘅嚇。第二點啦，忍耐就係誘惑當中咧，仍然唔好被呢個世界同化啊。啟示錄當中嘅巴比倫啦，唔係用逼迫咧去對付信徒，係用誘惑、用享樂主義。
嗱，巴比倫嘅力量咧，唔係在於咧係暴力，係在於咩啊？係在於咧係魅力。佢用金錢啦，用享樂啦，用文化啦，用成功、用自由啦，用潮流啦，去吸引信徒，使佢哋咧慢慢嘅放低真理，慢慢嘅放低敬畏，慢慢咧放低對神嘅忠心。而忍耐係咩咧？就話喺呢一種誘惑嘅環境當中咧，唔願意跟隨世界嘅價值觀，唔向文化妥協。嗱，記住忍耐咧，唔係逃避世界啊！我哋唔能夠逃避世界嘅基督徒，我哋要面對呢個世界。耶穌嚟到呢度都係㗎，嚟到呢個世界咧，都係面對人群。耶穌唔係咧喺曠野，耶穌就係面對人群。不過我哋係面對世界，但係唔好被呢個世界吞沒。忍耐咧都唔係逃避誘惑。實際上咧，我哋咧打開個電視機，我哋面對呢個社會咧已經好多誘惑，而喺誘惑當中咧，我哋仍然嘅係要選擇神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忍耐嘅第二層，亦都係現代信徒最需要嘅忍耐。但第三點啦，忍耐就話睇唔到答案嘅時候咧，我哋仍然要堅定忠心。但當時嘅信徒咧，佢睇唔見神嘅作為，佢哋禱告咧，好似冇立刻嘅回應，佢哋等候咧，好似冇立刻嘅改變。但佢哋受苦咧，好似得唔到咧立刻嘅拯救，但仍然係敬拜，仍然信服，仍然係相信啊！因為忍耐咧，唔係因為見到盼望，係因為相信嗰位掌管盼望嘅神。忍耐唔係話因為環境好轉咗，又因為知道神仍然係掌權。但忍耐唔係話因為我哋見到結果，又因為咧相信結果喺神嘅手中。嗱，呢個係忍耐嘅第三層，亦都係最深嘅一層。呢種忍耐咧，唔係單單靠自己嘅意志力啊，更重要嘅就係靠神嘅應許，靠聖靈嘅力量。唔知大家咧認唔認識咧？有一位嘅係主教，叫做咧係波呂格。波呂格啊！之前同大家都講過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嚇？嗱，波呂格咧係使徒約翰嘅門徒，亦都係士每拿教會咧係一位主教，佢相當受人咧係敬重。嗱，咁當時咧羅馬帝國咧就向人民咧係逼迫，佢已經咧係80幾歲，但仍然咧係堅持咧佢唔逃避唔妥協。嗱，咁波呂格被捕之後咧，官員咧就覺得佢話你年紀咁大啦，就憐憫佢啦，就勸佢啦。嗱，不如咁啦，你咧就講一聲咧咒詛耶穌基督，嗱，你就可以咧係得到釋放。但波呂格佢抬起頭咧，佢語氣非常嘅堅定，係咁講，佢話：我服侍咗主86年，主從未虧待我點能夠咒詛我嘅主咧？嗱，呢句説話咧就震撼咗咧整個審判庭。咁士兵冇辦法啦嚇，就帶佢咧就去行刑嘅地方嚇，諗住咧用火咧去燒死佢。但係當火焰升起嘅時候咧，波呂格就係眯埋雙眼，佢唔係求逃脫，佢只求忍耐到底，好叫佢嘅死能夠榮耀耶穌基督。但係歷史記載咧，喺火焰當中，佢毫無畏懼嚇，反而咧佢係禱告敬拜，最終咧佢以殉道咧完成佢嘅生命旅程。佢嘅死咧係震動咗咧整個亞細亞嘅教會。嗱，信徒咁講嘅，佢話咧佢唔係咧被火焰吞噬，而係俾耶穌基督接走。但波呂格嘅生命咧，向世世代代嘅信徒宣告，真正嘅得勝唔係在於咧逃避苦難，係在於忍耐到底。我哋咧要持守忠心。最後咧就去到咧係結論。弟兄姊妹，啟示錄話俾佢哋聽啦，末世嘅得勝咧唔係靠力量，係靠忍耐，唔係靠咧係掌控呢個局勢，而喺黑暗當中咧仍然係找住神。啟示錄13章10節咧，佢咁講嘅，佢話聖徒嘅忍耐和信心就在此。跟住啟示錄14章12節咧，再一次強調，佢話聖徒嘅忍耐就在此。兩次係同樣嘅呼召，因為神知道末世真正嘅戰場唔喺外邊，而喺我哋嘅心裏邊。我哋以為得勝係征服啦，係突破自己啦，係力量嘅展現啦，唔係嘅。啟示錄就揭開咗屬靈嘅幕後。就係龍係用迷惑攻擊人心，海獸用恐懼逼迫信徒，地獸用假屬靈咧欺騙人，巴比倫咧用享樂主義同化呢個世界，敵基督咧用普世價值去迷惑人心。咩個普世價值啊？
即係高舉人權啦、民主啦、自由啦、宗教大合一。但呢啲都唔係刀劍能夠勝過，唯一能夠勝過嘅咧就係忠心持守到底。嗱，忍耐就話喺逼迫當中，我唔會否認主啊。喺呢個誘惑嘅世界當中咧，唔會向世界妥協。喺睇唔到答案嘅時候咧，我哋仍然咁講，神還在。就好似咧嗰位母親，佢嘅生命去到最後一刻咧，傳俾佢個仔最後一個信息。佢話：孩子啊，唔好放棄，要忍耐到底，因為神還在。呢位母親，佢見唔到佢嘅病得醫治，見唔到環境好轉啊，見唔到有神蹟，但佢就用生命啦去活出啟示錄嘅真理。得勝唔係靠力量，係靠忍耐。嗱，弟兄姊妹，願我哋透過呢段經文啦，更多嘅去反思自己嘅生命，更多嘅去認識耶穌基督，更多嘅去經歷耶穌基督。願我哋都能夠咧成為得勝嘅基督徒。喺逼迫當中唔好放棄，誘惑當中唔好妥協，因為喺羔羊嘅眼中，咁樣嘅人咧就係得勝者。嗱，我哋一齊咧做一個禱告結束。主啊，求你堅固我哋嘅心，使我哋喺逼迫當中，我哋唔好放棄；喺誘惑中，我哋唔好妥協；喺黑暗中，仍然相信你就係掌權嗰位。主啊，保守我哋嘅心能夠忠心到底，無論環境如何，都能夠緊緊嘅抓住你。願你嘅恩典能夠托住我哋，願你嘅同在成為我哋嘅力量，直到見你嘅面。我哋感恩以上禱告，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